看嘉义民雄乡的大树爷节，甲伫嘉南的中元节，佮有新春屏东的唱歌，是农历7月4大祭典哦。大树爷节第24开始，连续3天，人丁是叉，嘛制作真侪本色。头一日都有7栋的本色，是去年的2倍，所以今年公所嘛派出上百的志工来维护环境。本所蹲甲袂输一粒沙，那像是因为本所桶已经满起来啊，阁有人继续咧等本所。嘉义民雄24到26举办年度的宗教盛会大树爷节，参加的人数增加，这本所嘛真惊人。第一天就制作7栋的本所。今年有没有比较多？有更多，几乎都是人推挤人的走路状况。大树爷节为清朝乾隆年间开始，上传观世音菩萨化身大树爷，是专门咧管鬼的神。当地念经了后，会举办3天的祭礼，甲抓过的大树爷身上烧掉，代表甲好兄弟带走。这是台湾旧历7月4大祭典之一。但年拢会写大阵人关公，今年制作的本所量是去年的2倍，这嘛互清洁人员无用到半暝。今年的量比去年多了将近1倍。好，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。第一天垃圾量就7.2吨了，那昨天的垃圾量还少一点点而已。各处分布了大概有11个定点的垃圾回收。公所表示，第2天本所累积量有较少，活动的会场嘛有安排11位会当处理本所。除了加派人力，嘛有请上百的铁工来到3天，呼吁参加的民众就爱到分类减少本所，嘛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。记者王周婷、陈显坤，嘉义报道。